台湾是全世界走第一，2月初6启动喙암实名制，化解大众抢买喙암的乱象。药师拢无提示，甲发放着喙암的责任甲打起来。有药师来透露，因逐工会早起7点上班，8点准时卖喙암，一直到暗时10点。刷落，还阁甲第2天要卖喙암，分装包装，总创好势才会当下班。安尼已经有够忝咯，还阁承受袂少民众负面的情绪。乡镇地区卫生所的人员，参假日嘛爱加班来卖喙암，不得已只好甲幼囡仔带到卫生所加班，结果去互民众来投诉。2020袂当无理，继续来看咱的报道。士兵的哪个位的？他发烧，然后388。不好意思，刚刚从哪边？搞错了，我们在这里排了2个小时嘞。长长的队伍满街路，抗疫的镜头看落去，场面震撼，可是使人感叹。这是2020年被喙암笼罩的台湾，甚至成做全世界特殊的景象。透早7点，天色正光，一对夫妻药师57岁陈连娥甲翁婿张丽水，早顿也未赴驾，就赶到药局，紧张备战。挂喙암、穿白袍，一切准备好势，8点一到，开始规工的重要任务。水哥可以了吗？那我们开始喽。好，那我把它打开。可以进来3位哦。来，请进来3位，健保卡跟钱再麻烦准备哈。担心大家排队徛忝啊，特别规划座位区，但是家己一徛都是2点钟，有时阵民众火起来啊，爱阁无用按答。你不能领你要19号，15块还你。白不了，不了。没过没关系啦，明天再过来就好了。我是没有听到3字经啦，可是脸色是相当难看，很气愤的就出去了。我知道说，你要让所有的人满意，那非常非常的难。对，可是如果说别人都可以接受，为什么你不能接受？互相包容一下嘛，退一步嘛，其实 OK 的。好，谢谢。5块钱。张丽水负责插结果卡、柜卡，陈连娥是负责收钱、发配喙암。有时阵就爱去协助人客买药啊，等其他的需求。你们拿下一个好了。处方是黄小姐的，嗨，来那个3餐饭后加睡前，一天要4次，各1颗哦，哈。阿某2个分工合作，不过也是无法度兼顾。发完了这样。啊，喘一口气了。现在休息一下。对，再1个多小时，不错啦，我是觉得是一种耐力训练。没有想到说这口罩会花那么久，尤其是早上你一定要那个提早1个小时来开门，尤其看到排队的人潮很多的话，那时候在整个在压力上就会有。好，时间哦。这个好了。喙암大分完，赶紧补防疫酒精、甲家庭的药品，来个调配处药工作量是大大的增加，药师已经拢身心一忝。在无用当中，好佳再有志工赶来帮忙分装喙암。因为我是在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林森院区当志工，那志工的时候，我们督导就有在我们群组里面有说像现在就是要有一些药局，他需要志工，他们需要的话，我就可以帮忙。我有那一份力帮忙啊，还算很好。我动作比较快，很熟练的，所以我大概1个多钟头就可以200包就可以包完。我们会轮流休息，比如说
嘿，我先回去休息，然后之后换他休息。否则真的整天窝在这里都是口罩跟酒精，你会不会疯掉？哎，你也会？结束了呢，今天，今天不好意思哦。我们在8点多就开始发了8点钟结束了。在采访过程中，陆续民众上门来询问翠暗，药师是真无用。单连5甲张丽水每礼拜营业6天，每天至少工作14点钟以上。人力不足的时阵，就连后生嘛来药局帮忙，厝内人总动员，每天拢是挑战。我那儿子啊，就会帮忙收这个健保卡，发给他们号码牌，所以这个有我们的孩子，还有一些台大药学系的志工要学生来帮忙的话，那我们工作发起来都很平顺。我们就像陀螺，哈，其实不是只有在药局。那比如说我们还有小女儿嘛，小女儿有一些状况要帮忙嘛，哈，要陪伴功课啊，哈，做晚餐，对，就说我们私底下的事情还是在进行式，可是花口罩这件事情是额外的，所以我们要维持体力跟精神来应付这件事情。单连5做药师的工作30多天啊，工作负担大，甲囡仔相处时间减少，第一线药师的忝甲辛苦，只会当吞在腹肚内。对2月初6开始，台湾首先启动翠暗生命节，1个月回来，全台6275间的健保药局，总共12000多名的药师，拢无提示打击镇守社区。翠暗发放的重大责任，有时阵就爱去忍受民众负面的情绪，稳重伫药师炮的挫折甲心酸，敢有人看到？从电视上看到说对药师这样大吼大叫啊，以至于药师需要下跪来缓和民众的不满的情绪，真的是有一点伤到那个药师的心，这样子，很心酸。有听过哪一些鼓励的话吗？你们辛苦了，你们真的非常辛苦。比如说会送暖啊，就是要是这个是早餐，然后嘿。这是一点点的感谢意，我们其实是蛮窝心的。不好的就把它忘掉。对，不要放在心里，不要跟自己过意不去。85岁的年迈的药师，年纪虽很大，手脚也没有办法那么轻快，但他在做，他的家人全部总动员。但这段时间也真的辛苦他，他还是一直想要撑下去。我们也非常的感动。早8点，家人真爱区卫生所护理长董培琪，即摆到办公室就先开始分配同仁每天的任务。你那个计划现在到什么程度了？已经交给卫生局了吗？已经交出去了。好，来咯，深呼吸。董培琪做公职护理师已经有22年，除了行政的业务，来个协助门诊，帮老大人注射疫苗。卫生所提起当地居民的健康，伊对暂时不用到中岛所来的是重要挑战。安尼囡仔25块，大人30块，大爱55块。哦，你来小等下先。下晡点半时，护理长拍头阵，卫生所的人员，包括护理师、医检师、科员，一半的人力拢投入翠暗配发工作。下雨天那一天，就看到我阿公阿嬷他们还撑着伞。还这样很艰辛的排队，其实是真的蛮辛苦的。就是这个时期啊，非常时期啊，大家共体时艰啊。那自己本身的业务可能要额外挪一点时间来完成它，这样子。他们还是一直说，药局归药局，你卫生所应该要多卖。所以如果是碰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，我们就只能跟他说对不起，就只能跟他说对不起。阿姨，你的一个大人的哈，好来，谢谢哈，你看健保卡哈。每礼拜7天拢爱发放翠暗，但是过卫生所只有10个人，扣掉医师甲主任8名同仁，每天拢得爱轮流上阵。护理师陈玉君不得已伫周末时，甲只有2岁囡仔带到卫生所加班，却遭受民众的投诉，因此不住想要问有谁
会当来听因的心声。孩子在那边哭，然后流了两条鼻涕。一个妇女看到，她就觉得说，卫生所怎么会带小孩子过来上班？这样子对防疫并不好。对她的概念，她的观感就是这样。然后其实我也很揪心，因为我必须顾好我的工作，我也必须顾好我的孩子。对，那就是说，我们也希望能够家庭跟事业能够兼顾。其实我那天听到她在检举，我真的是很想哭，但是我又没有办法哭，因为毕竟事实就是摆在眼前。警察店好亲像担着无形的担当，当全球疫情紧急，台湾喙癌生命节得到各国的掌声甲赞赏。咱对这场白袍的勇士，是不是当加一点鼓励，减一点激励？其实我们很愿意出来帮民众服务，但是我也觉得希望民众能够多多体谅我们。虽然卖口罩是一件小事，如果大家一起就是努力，希望可以赶快把这场防疫战争给打完。就是那几句话的一个互动，他就是谢谢谢谢，我觉得这样就够了。真的是我们公共卫生在这一块要做的一些天职啦。希望疫情甲惊吓会当赶紧消失去，是这群热血的工作者简单却是伟大的愿望。加油送温暖的，因的亲戚记伫心内。负面的埋怨是学习理解甲放下，客气是勇敢，是积极，嘛是使命感。2020坚守防线，袂个无理，一个微笑，一份尊重，一声真诚的多谢。力量是比你我所想的要较大。谢谢你们，可以让我们有一个安全的、无后顾之忧的环境。我们对你们的奉献非常感激，医护人员还有药师们，辛苦你们了。